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2月1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7篇第1到11节，39到40节，创世纪第44章第1到17节，约翰一书第2章12到17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罪与赦免。在许多的法律诉讼当中，其实最难的部分就是在论罪与无罪这个认定啊。那我们时常在电影很多的这种法庭判决的戏当中，看到许多被告呢被这个陪审团判决无罪的时候，这些人总是会非常兴高采烈的喜极而泣。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有罪跟无罪是一种认知上的差距，也可能只是一线之隔而已。罪与赦免是并存的，意思就是说，赦罪的前提必须是要有罪认定，若是无罪，何来的赦免呢？因此圣经告诉我们，人若说我们自己无罪，是骗自己的，真理就不在我们里面。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公义的，就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清我们全部的不义。我们若讲说我们自己未曾犯罪，那就是把上帝看为欺骗的，他的道理就不在我们里面。这个是约翰一书第1章8到10节的经文所说的。曾经有人这样说过，这个新的总统上任，所以要实施这个特赦。那他说，特别是某某人呢，他又没有罪，所以他需要特赦。这句话基本上是矛盾的，因为如果是没有罪的人，无罪的人，怎么会需要特赦呢？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没有罪的人，只要在司法的程序上得到正义的审判就可以了。所以很多的228的受难者、受害者家属就常常说，若是没有人能够承认犯罪，何来的赦免？是有其道理的。最典型的范例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8章1到11节，讲到那个一位被经学士与法利赛派的人带来见耶稣的妇人，他犯了奸淫，在众人面前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他们一直的问他，耶稣就站起来对他们说，你们当中谁如果没有罪，就可以先拿石头来丢他。然后耶稣就蹲下去，在地上开始写字。他们一听这些话，就从老的开始一个一个溜走了，剩下耶稣一个。那个妇人也站在那个地方。耶稣就站起来问他说，妇人啊，那些人在哪里？没有人给你定罪吗？妇人回答说，先生，没有。耶稣又说，我也不给你定罪，你回去以后不要再犯罪。许多人曲解这一段经文，说耶稣不给人家定罪，所以人也不能给人家定罪其实罪是犯罪的人自己所犯的，其实不需要被定为有罪，他本来就有罪了，除非假装自己无罪，就像耶稣对那些人说的，你们当中谁如果没有罪，就可以先拿石头来丢他。
上帝透过耶稣基督赐下的赦罪之恩，是要给那些自己愿意承认有罪的人。其实这部分是最难的，正如同昨天我们分享的顺服一样，很难，因为顺服必须要先承认自己的软弱，自己是低微的。那些看不见自己有罪的人，非得要耶稣基督在地上一一写了他们的名字，赎了他们的罪状，他们才一一的离开。这个离开基本上就是认罪了。在众人离开之后，耶稣基督才告诉这一位妇人，他说：我也不定你的罪。这个定罪，耶稣所说的，牧师在这里建议我们必须要回到希腊文的圣经去了解它原来的意思。定罪并不是宣告他有犯罪，而是判刑。在希腊文这个字呢，翻译成英文，他说 condemn 有审判的意思那也有说就是判断他应该要得到什么样的惩罚 ，judge worthy of the punishment 那事实上，耶稣宣告的这位妇女是有罪的，所以耶稣告诉她说：你回去以后不要再犯罪。这位妇女并没有公开的承认她自己的罪，这是在圣经里面我们没有看到的。至少呢，她在这里她没有否认，也没有辩解，也没有强辩，也可以说她是欣然的接受了耶稣基督赦免的恩典。约翰一书第2章提到，他说：孩子们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的罪已经借着基督得到赦免。父老们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那位从太初就已经存在。青年们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已经胜过那恶者。孩子们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天父。父老们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那位从太初就已经存在的。青年们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强壮，上帝的道在你们的生命中，你们已经胜过了那邪恶者。不要爱这世界或任何属世的东西。如果你们爱世界，你们就没有爱天父的心。一切属世的事物，好比肉体的欲望、眼目的欲望和人的一切虚荣，都不是从天父来的，而是从世界来的。这世界和一切属世的欲望都正在消逝，但是实行上帝旨意的人要永远生存。约翰给我们的提醒，在世界上的生命，每个人都可能犯错，每个人可能都会得罪上帝，但我们不需要回避，不需要气馁，因为上帝已经借着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救恩以及赦罪的恩典了。只要我们愿意接受，这赦罪之恩就是我们的了。诗篇第37篇第1到11节，不要因作恶的人懊恼，不要羡慕不义的人，他们要像草一样，很快的枯干，他们像花木一样凋残。要信靠上主，努力行善，安居在这片土地上，享受康宁。要向上主寻求喜乐，他一定成全你的心愿。要把你自己交托上主，信靠他，他会帮助你。他要使你的公平如光照射，
他要使你的正义如正午太阳。要耐心等候在上主面前，不要因兴盛的人而懊恼，不要因恶魔得逞的人而不平。不要气愤，不要发怒，不要懊恼，这对你有害无益。信靠上主的人要安居在这片土地上，但是作恶的人要被赶走。只要一眨眼，邪恶的人就会消灭，你找他们也找不到。但是谦卑的人要定居在这片土地上，他们要安享无穷的幸福。39到40节，上主拯救义人，在患难的时候保护他们。上主帮助他们，救拔他们，他救他们脱离邪恶的人，因为他们向他寻求庇护。感谢上帝赐下救恩，透过耶稣基督使我们得到赦罪的恩典。求主帮助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罪，顺服你的旨意，你的引导，使我们悔改的走向正道。让我们因为顺服圣灵认罪，得到复活的救恩。感谢主，祷告是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